这几年受到疫情影响，这庇护工厂加新种机构的中秋礼盒订单是减少真多。中华县政府特别邀请县内9间身心障碍团体加庇护工厂做伙来行销推出这中秋的公益礼盒，希望大家来到相挺，用行动来支持新障朋友稳定就业。呾位头前有中秋饼、旺来酥，佮有油仔茶、咖啡、济产品。过半月就是中秋节咯。中华县政府特别邀请县内9间身心障碍团体甲庇护工厂共同行销，杀出中秋公益礼盒。咱新品上名就是阮的韩式泡菜，咱因为风太过吼，菜价销拢非常的悬啦，造成阮的成本嘛直线提升啦。中秋节即将来临，让大家能够自用送礼两相宜。所以为大家来推荐，我们有9家身障的这个机构，那他们的庇护工厂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种的一个礼物。身心障碍机构表示，这几年因为疫情，中秋礼盒的订单甲营收减真多，加上原物料、人事费用拢直起，成本至少加5成，订单上无减少4成。希望透过活动增加销路，互身障朋友有稳定的工课。不管是人事成本、原料成本然后加上电费的调涨，所以整个都是上扬的。服务对象也都会非常期待我们有更多产品可以贩卖。疫情的关系，少了人购买，所以我们接单量变少，所以服务对象参与作为活动的机会也可能会受到影响。身心障碍机构指出，服务对象做工课时阵，嘛是一种学习，会当增加认知能力，培养自信加成就感。嘛，毋望社会大众斗相挺，用行动来支持因，互送礼，阁会当兼顾公益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